民间的念歌文学。咱第二季的讲座，咱邀请咱陈茂金先生吼，来甲咱分享白话字的文学世界，带大家做伙来熟悉咱足宝贵的文化资产吼，咱白话字吼。后个月咧，咱有咱的活动吼，咱这线顶的工作坊，咱6场带大家引带大家熟悉白话字了后，要带大家实际来书写。实际来试看卖吼，这工作坊这消息咧，阮所来嘛拢会公布伫咱的大高第一开讲社高雄文学馆，也是这台湾博览会的网站，嘛请大家会使期待吼。最后一季咧，10月到12月吼，咱海内外作家的台湾创作经验吼，咱有邀请3位，咱用台语来做创作。佮有实践的作家吼，来甲咱分享因的创作的经验吼。好咱开讲社咧，咱除了咱线顶的家语讲座以外咧，咱逐个月以后有超过5场以上的台语活动吼，无共款形式的台语活动针对无共款年会展。无共款族群的，大家若有趣味吼，拢会使来参加看卖。亲像咱明仔载咧，就有咱台语文的读册会吼，伫线顶办理的，这咱适合咱那已经会晓台语文，已经有学过嘛会晓阅读的，咱非常欢迎大家会使做伙来读台语册吼。佮咱逐个月嘛拢有打到台语开讲会吼，大家会使做伙来报道练习讲台语。也是伫咱线顶咧，咱嘛有咱台语的节目伫咱的 YouTube， 咱拍咱会使找着咱台语的节目台语小酒问，也是咱用过像咱即系列的讲座，木真老师甲咱讲咱前2场白话字的起源，佮有咱日本时代白话字，这嘛伫咱台湾博览会 YouTube 嘛拢看会到吼，嘛拢已经看会到啊。佮有咱社团嘛有这台语囡仔国，台语囡仔国的活动吼，拢甲定期长期甲高雄遮的图书馆合作来讲咱台语囡仔国，佮有咱全台语的绘本吼，希望有趣味的咧，拢会使follow咱打到台语开讲社Facebook， 会使甲咱支持，也是咱伫咧 YouTube 顶悬，咱若找台湾博览会。嘛会使看到咱相关的资讯吼，拄则讲到的讲座，也是咱的台语节目伫顶悬嘛拢找得到。好，咱今仔日咧，咱非常欢喜吼，咱木真老师要来甲咱主持咱第2季最后一场的讲座吼，要来讲咱战后台语白话字的文学甲文学这着咱延续前2摆的主题啦。咱为白话字的起源，直到日本时代，即马要进入到战后，要来甲咱讲，是安怎咧？是安怎咱台湾人，咱敢若非常这白话字明明就是咱有遮丰富的历史吼，所拢唔知影，拢唔知影这物件这可能即届主题吼，木真老师得来甲咱遮小解吼，要伫时间要交互咱木真老师进前吼，则要先小甲大家提醒吼，就是咱伫咧咱 YouTube 收看直播的朋友吼，咱伫咧咱YouTube 的正手边有一个拍字色老画区的所在吼，咱伫遮拢会使甲咱的主持人还是咱木真老师遮互动吼，咱伫咧时间的最后。嘛会留时间互大家问问题，所以大家若伫咧等下讲座咧进行的时阵有任何的问题，还是有任何想要互木真老师知影的，拢会使直接留话，拢非常欢迎直接留话吼。咱讲座上尾，阮才会代替你提问吼。好，安尼接下咧，咱就甲时间吼，咱就交互咱的木真老师，木真老师你好。弟弟你好。打到台语开讲社的朋友，佮有各位线顶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木真。我即马要进入这个咱即季的第3个主题吼，就是战后台语白话字的文献甲文学。咱伫顶个月有讲到日本时代的白话字的文献甲文学。伫顶个月是讨论到规个白话字的这个世界吼。
是一个整个的讨论，所以今仔要进入到第3个部分吼。我分享画面进前吼，因为我无同时开迄个 YouTube 的即个画面吼，我想讲先专心甲即个部分介绍，所以若是讲咱的各位线顶的朋友吼有问题，咱会落一寡时间，差不多到3:45的时阵吼，我会结束迄个时阵，若是有问题，也是有想要回应的部分，会当伫迄个时阵咱才个做伙来讨论吼。我即马先分享我的画面。好，安尼应该是有看到吼。好，安尼咱刷落来，就要来看一下即个正后的部分哦。正后的台语白话字的文献甲文学吼，是啥物款的情形吼？咱想要来进一步来了解。今仔日我会为4个部分来分享即个主题吼。第1个部分因为咱已经进入到正后吼，虽然知影正后对台湾语文上大即个影响呢，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即个公益运动吼。所以第1个部分会来讨论即个公益运动对白话字伊的影响是啥物吼，这是第1个部分。第2个部分咱会来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部在讨论着语言文字的即个选择的时阵有啥物款的回应吼，这个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白话字吼，是第2个部分。第3个部分今仔日会甲各位来小解2本正后的白话字的小说吼。这2本的小说的作者拢是赖仁生吼，赖仁生咱伫进前的分享内底有讲到赖仁生是即个白话字文学上多产的作家吼，就是写真侪即个白话字的文学作品吼，特别伫正后的时阵吼，伊嘛写真侪，所以咱今仔会介绍2本赖仁生写的小说吼。一篇是《车内的百合花》吼，这是1954年出版的这个小说。另外一篇是1960年的另外一本小说，叫做《可爱的修人》吼，可爱的修人吼，这个是伫1960年出版吼，这2本拢有出版。所以咱今仔日会来小解这2本吼，特别是这个《车内百合花》，会当讲是正后才若是伫长老教会会晓白话字的即个男女吼，青少年男女拢一定会读即个《车内百合花》，会当讲就是迄个时阵足有名的一本小说。所以今仔嘛用一点仔时间来小解互各位吼。最后是最后的部分是台语文运动甲白话字吼。白话字伊伫正后的发展一个正重要的时间点，就是伫1980年代以后，即个台语文运动的发展互即个白话字搁一届伫即个台湾的社会搁再一届互人认捌吼，所以这嘛是真重要的部分。所以今仔日咱会分做这4个部分吼来小解今仔日的主题。好，第1个部分，咱先简单看即个图，吼，这伫进前在讲到日本时代的时阵嘛，出现即张图吼，咱会当安尼来理解，伫即个正后的部分嘛是白话字运动的发展呢，会当来分做教会内甲教会外的部分。教会内其实就是甲即个白话字一开始伫台湾是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的即个历史。发展吼有真密切的关系，所以伫正后嘛是沿线即个路线吼。总是咱知影受到即个国语运动的影响咧，即个教会内底的白话字运动，就互即个国民党政府来禁止吼。所以伫教会外即个白话字运动咧，上主要的就是即个1980年代以后的台语文运动，总是伫1950年代初期迄个时阵。台湾迄个时阵有即个省参议会吼，省参议员吼，迄个时阵在台湾本省籍的即个省参议员咧，因嘛有即个对白话字吼，有即个吹哨的即个时期吼，总是真短暂吼，所以为即个图咱会当小可了解。正后为1950年代以后，差不多到1980年代这段时间，白话字
伊伫台湾社会即个发展，差不多会当为这两个大方向来了解。好，安尼一开始咱就要来讲公益运动甲白话字吼。咱知影台湾本土的语言吼，无论是台语、客家还是原住民的话吼，受到即个国民党政府的公益运动的即个影响吼，甲伤害吼，即个长暂差不多就是拢伫战后即个时阵吼。虽然伫日本时代吼，咱知影台湾历史上有两届的公益运动吼，一届是日本时代，一届是战后吼。总是以白话字来看吼，伫日本时代虽然伊是一个无足日本政府毋是介支持吼，总是无真明确的反对吼。所以咱为即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发行的即个台湾教会公报来看，就会当看到为1885年到1942年吼，就是战争的时期停刊的这段时间，教会公报全部拢是用白话字来刊印吼。伫1942年迄个时阵因为战争吼，所以有底将有停刊吼几期吼搁有就是讲伫即个战争的时期，教会报的即个第一版吼是第一页即个社论呢有出现较侪的语言，也是讲日本的即个官方对战争时期的即个因的国策吼，因的一寡政令的即个宣告，总是内底吼内容的部分，主要全部拢是白话字吼。但是即个情形到战后就有真无共款吼。咱知影讲1945年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以后，过当年吼，就是1946年，就成立即个国语推行委员会吼。所以迄个时阵，即个国语讲的就是即个中国话吼，就是北京语。所以国民党政府开始伫台湾社会推行即个以北京语为主的即个国语吼。但是咱知影迄个时阵，台湾社会主要使用的语言呢，吼是日语。吼，迄个时阵日本政府拄离开，所以台湾社会主流的即个语言是日语。国民党政府为着要压制即个日语，吼日语对台湾社会的即个主流的即个影响呢，所以有底渐来用阮台语，吼用阮台语的发展。吼，一开始还阁无禁止吼，所以国民党政府因嘛有出版几若本即个台语的课本而且阁制定一个台湾方音符号吼，方音符号来要用这种注音符号的方式咧来标记台语吼，所以一开始伊有即个用阮台语的存在的时期吼，这是为着要先打压即个日语吼，伫台湾社会影响吼但是到即个日语的势力吼，渐渐就是较无遐尼伫台湾社会吼，已经互人压制的时阵呢吼，国民党政府就开始来压制所谓的方言吼，所以台湾本土的语言伫战后就互即个国民党政府甲伊认定是即个方言吼，所以开始禁止吼，所以伫即个长老教会内部，拄则有讲到，即个为1885年教会报全部拢是用白话字来刊印吼。但是伫即种愈来愈高压的即个北京语吼、中国话即种国语推行运动的压力之下，长老教会为1955年1月开始咧，伊就伫原底的即个白话字教会报的后壁增加中文版的副刊吼，叫做荧光吼所以先用一个中文版的副刊来先用副刊的方式吼来回应吼，对即个国语运动的即个压力，总是即个国民党政府对台语甲白话字的即个禁止吼是愈来愈严格吼，所以到1969年3月份的时阵呢，白话字就吼国民党政府全面来禁止吼。到1970年1月份的时阵吼，1月份第一期开始，教会报就全部改做中文来刊印吼，所以咱当看到为1885年到1969年吼12月份的
这个白话字吼，伫台湾经过84档的这个历史吼，刊印的这个刊印伫教会报吼，遐尼长的时间呢，嘛会当讲是一个世代吼，台湾人的记忆吼，就安尼行入着史吼。所以这个是国语运动伫国语运动下面，这个白话字受到政策的影响吼，所以伫教会的内部总断赞吼，白话字完全是互禁止吼。好，咱看一下吼，拄则有讲到伫战后初期的时阵，国民党政府第一站的用阮台语吼，所以迄个时阵其实台湾的知识分子吼，也是讲知识界、文化界吼，其实是真期待吼，真期待台湾人会当搁再用台湾话吼，用台语来创作文艺吼，来讨论这个思想吼，来进行创作吼，像。伫这个文学史吼，咱知影这个例就是伫1947年8月份迄个时阵咧吼，伫即卖台师大吼，早期叫做师院吼，就成立一个台语戏剧社。台语戏剧社的社长咧是蔡德本吼，蔡德本，伊是迄个时阵师院吼，迄个时阵佫叫师院英语系的学生吼，伊来做这个社长。即卖咱看到的即张相片咧，就是伫迄个时阵师院的。礼堂吼，因伫这个礼堂演出台语戏剧吼，因迄个时阵演出台语戏剧，用台语来这个演这个戏剧吼，因捌有演两出戏吼，一个是这个天也袂光吼，天未亮，另外一个这个是叫鸡条吼，就是饲鸡的这个鸡条吼，有这两本。台语的这个剧本吼，甲台语的戏剧的演出的这个记录，总是后来因为这个四六事件的关系吼，四六事件的关系，这个书院台语戏剧社的学生真侪吼，拢互人掠去吼，所以伫即张相片内底拢是迄个时阵足优秀杰出的这个少年家吼，就因为这个。四六事件，甲刷落来，即个50年代的白色恐怖的影响吼，真侪拢互人掠去吼，是枪管吼。蔡德本即个社长咧，伊本人因为安尼坐家吼，伊嘛是受到白色恐怖的即个影响吼，所以坐家即个伊伫伊的即个小说内底吼，都有讲到即个师院台语戏剧社。迄个时阵成立的时阵，大家人是抱着足欢喜甲期待的心情吼，感觉这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吼，咱台湾人转去即个咱祖国祖国的即个手面吼，所以咱会使来发展台湾话的文艺吼，结果无想到是搁较一个搁较比日本殖民政府吼，搁较即个无法治吼，还是讲无人权的一个政体吼来统治台湾吼，所以这是师院台语戏剧社伫战后初期的一个情形。咱为安尼会当知影，迄个时阵这个第一站用阮台语的政策吼，互足侪台湾的少年家想要进一步吼来发扬以台语为主的文艺吼。好另外咧，讲即个时期吼，差不多即个时期。头拄有讲到即个省参议员吼，省参议会吼，迄个时阵伫台湾即种战后初期吼，毋满意，也是讲无机会接受汉语教育的人吼，迄个根据迄个时阵的统计，差不多1/5，差不多140万左右的人吼，是即种文盲青眉牛，所以迄个时阵有一个省参议员叫做杨金宝吼，伊就有提案。吼，伊就提案讲，请即个国民政府咧，伫各地方开即个白话字的讲习班，吼，而且请政府设立即个台湾罗马字吼诶普及研究会，即个就是伊迄个时阵提案诶，即个纸吼，伊诶即个正式诶文书吼，咱会当看到提案诶人是杨金宝吼，有阁有连署诶人吼来认同伊即个提案吼。杨金宝毋是干那即届嘅提案吼，除了杨金宝以外，阁有即个其他省参议员嘛，捌伫迄个时阵，甲国民党政府提案讲，咱会当透过来开即个罗马字嘅演习班咧，来解决即马即个青眉牛吼，真济嘅即个情形吼。
另外伫因的即个理由内底嘛讲到，罗马字是一个科学性的即个文字吼，而且伫台湾推行的时间吼已经真久啊吼，有伊的即个一定的影响力吼。所以希望政府会当来开这个罗马字练习班吼，而且会当来互即个外省人吼，迄个时阵开始有遮个外省族群吼，互外省人嘛会当来学台语吼，互即个咱本省人吼，迄个时阵就分做外省甲本省吼，互本省人诶遮个无机会接受教育，也是毋捌字诶人嘛有机会来捌字吼，所以伫即个理由内底就讲到遮济罗马字伊诶好处吼，伊诶利益吼。总是国民党政府是反对的吼，反对的理由有几个吼。第一个就是讲即个罗马字吼，敢若是即个教会内部使用的吼，而且吼，即马国民党阮的政府咧已经有设即个台湾洪音符号吼，即个文字吼，就是用注音符号来填写台语吼，咱应该着照一个。搁有咧吼，因为进一步的讲法就是讲咱是要推行即个公益，吼，就是北京话为主吼，所以对即个杨金宝遮个参议员因来提案，吼，就是基本上是禁止，吼，禁止就是无正面的回应，吼。总是这嘛是伫一个战后初期，吼，咱在看白话字的历史，也是台湾语文的历史一个真重要的时阵，吼，迄个时阵有几若个省参议员拢提出。伫战后初期提出要设即个白话字的练习班、白话字的研究会吼，即个甲即个1920年代吼，咱顶个月有讲到蔡培慧吼，嘛是甲日本政府提案要设即个白话字练习班吼，伊嘛伫武庙遐有开即个白话字研究会，即个精神吼是一致的吼，就是透过罗马字、透过白话字吼，来互迄当阵吼。大部分吼无机会接受即个教育的台湾人吼，会当有机会来接受即个接受教育吼。即个是即个省参议会的部分吼。好头拄仔讲的即个时间点是1950年吼，但是差不多为即个1954年、1953年左右吼，咱会当看到即个 PPT 倒边的即个省。台湾省政府的公报吼，则都有一个即个台湾省政府的规定吼，一个令吼，伊就有写讲，即个教会咧来伫即个教会吼来教囡仔吼儿童来甲因传教，而且教因罗马字吼，即个吼应该爱请恁遵守吼，因为这是爱禁止的吼，禁止。即个字足细吼，但是伫遮的意思就是讲。这是内政部吼，已经有安尼嘅禁止吼，请大家吼各县市政府吼，拢爱遵守这个禁止吼。这个禁止就是讲安怎罗马字爱禁止，袂当教囡仔罗马字吼，袂当教囡仔罗马字。佮有咧若是有发现吼，伫这个下面有写吼，伊讲早就已经禁止在案吼，若是佮有发现咧吼，就会安怎？切实取缔吼，就是随会有即个处罚吼取缔所以即个省政府的公报吼，就是透过安尼开始来甲各地方也是警察局吼、教育厅吼来讲遮个罗马字禁止吼，这是1954年的时阵吼。咱即马看正定即个报纸，这是1957年台湾新生报第3版的报纸吼，就写。真明显吼，就是传教爱用国语，文字爱加注音，罗马字圣经禁止使用吼。相关的这个机关座谈会吼已经有决定吼。所以这是1957年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咱会当为这个报纸会当来看到国民党政府是慢慢吼，愈来愈严格吼。这个对台语的禁止。也是对台语的这个文字罗马字的禁止，是用这个国家机器的力量吼，内政部吼，佮有这个教育厅吼，等等的单位吼，警察局等等的单位做伙来联合禁止吼，就是要互这个记录书写台语的文字吼消息吼，就是专门要来用
中国话北京话来做这个社会教育媒体等等主要的语言所以这里是其中的一份报纸。另外嘛是同一档，嘛是伫1957年的时阵，咱会当看到《中央日报》嘛是有这个这个第4版嘛是这个罗马字圣经教育部禁止采用袂使搁再使用所以咱会当去想象伫迄个时阵原本伫教会内，大家读的就是白话字的圣经看的是白话字的圣诗吟这个白话字的圣诗但是到1954年以后咧常常你袂当搁再使用这个你惯习的这个文字你想要这个吟这个圣诗的时阵嘛袂当搁再使用这种白话字吟的圣诗所以这伫教会内部当然会产生真大的讨论，对无这伫后壁咱会搁再讨论另外就是这个罗马字的圣经的这个禁止咧毋是干那讲台语尔伊伫这个原住民的所在只要有这个罗马字的圣经，全部拢是爱禁止好这是联合报联合报第3版嘛是有这个讲这个禁止罗马字的相关的报道咱会当看到包括教育部、内政部、外交部、省政府等等机关全部拢禁止才有写到一个主要的原因，因讲罗马字的圣经咧对这个国语政策是有妨害所以爱禁止所以无论是你若是要伫这个教会的文书咧，你就爱用注音符号也就是讲用这中国话注音符号来宣告好。这是过当年1958年2月份的时阵联合报的这个报道伊顶面就写讲罗马字的圣经爱慢慢淘汰就是袂使搁再使用才有写讲是安怎才特别写讲罗马字的圣经伫3年内抑搁暂时会当使用咱若是对照这个教会内底文书，就会当看到这是长老教会去争取希望莫禁止无就是讲莫遐尼紧就禁止所以政府单位就回应讲，好安尼恁会当搁再使用但是敢若会当3冬3冬内抑搁会当用，煞来就袂当搁再使用所以这是一个到1958年的时阵咧就是讲搁再3冬后就袂当使用伊后壁写讲要鼓励搁有协助这个私人来写标准公语的圣经也就是这个中国话的圣经后来就咱为这个出版社比如讲台湾教会公报出版社就会当看到伫这个60年代左右咧，这个教会报诶广告页就开始有这个中国话的圣经的版本出现原本拢是干那以这个白话字的圣经为主所以咱会当看到伫迄个时期白话字甲台语伫这个国语政策下面慢慢互人禁止使用的这个过程咱嘛会当看到教会内部为着这个代志咧拍拼走总争取总是最后无法度成功的迄个过程好头拄仔讲伫迄个时间点拢是伫1950年代左右但这个禁止维持真久比如讲伫1975年的时阵，迄个时阵有咱台湾有一个安培圣经这个安培圣经是天主教甲基督教做伙合作翻译的这个圣经嘛伫1975年的时阵，互人查禁禁止好头拄仔讲到伫迄个时间教会面对这个个案的国语政策要安怎来回应伫迄个时阵有一个真重要的组织是战后讨论白话字运动的时阵爱重视的一个团体就是叫做 TKC。这个 TKC 就是台湾教会青年的缩写K 就是台湾教会青年。K 就是教C 就是青年的迄 C TKC TKC 这个会当讲用咱现代的
了解就是讲，即马诶教会内底青年团体，吼，就是少年人、少年家，吼，因伫迄个时阵，1949年开始，吼，伫教会部，咱就会当看到开始有足侪对到底要用白话字，还是无爱用白话字诶讨论，吼，是安怎有安尼诶讨论呢？甲头拄仔讲到诶即个国语政策开始禁止教会使用白话字，吼，所以教会内部嘛开始讨论啊，吼。所以为1949年到1952年这段时间呢 ，TKC 伊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主张教会继续使用白话字，吼。所以是一群少年人，吼，内底主要有党大成、林国峰、陈义玉，吼，等等，遮个迄个时阵20-30岁少年家，吼，因伫内底就讲，因为即个相关的讨论足济哦，吼，所以敢若先讲主要因讨论的内容就是讲，即马政府禁止咱教会使用白话字啊，吼，所以问逐个人的看法，吼，这个时阵都有诚济无共的意见，吼，有人认为，吼，咱着照这个政府的规定，吼，咱着开始来学习使用这个中国话，吼，这个中文，吼，来书写。嘛有人认为，这个白话字对咱教会诚重要，吼，伊是教会传统，吼，佮有咱一定用这种当来记录咱台湾话，吼，台语的这个文字，吼，遐尼久的时间，吼，这种文字内底有几篇文章就讲，读到这种文字的时阵，就亲像转去咱的故乡，吼，也是讲转去到咱老母的身躯边，遐尼亲切，遐尼熟悉的文字，吼，希望咱会当继续使用，吼。总是伫即个时阵呢，嘛是阁有其他的声音吼，比如讲来自北部教会的看法，就会认为讲小可看轻白话字吼，就感觉讲咱着照政府的即个政策就好啊吼，莫阁使用白话字啊吼。伫即个时阵吼，中部也是南部的即个教会可能阁有无共的声音，所以为1949年开始咧，即内部伫教会内底都有诚侪安尼的讨论吼，有认为白话字吼已经过时啊，小可看轻伊嘛有认为要拥护白话字，咱要继续使用白话字的声音吼，所以即个咱即马看到即个1949年即个 TKC 罗马字推行部会筹备委员会。这篇文章是一个真重要的文章，这个作者叫做陈志玉吼，陈志玉牧师，伊后来就是牧师，迄个时阵伊阁是一个新学院的学生尔吼，因着做伙组织即个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目的就是要推行白话字吼，因的做法咧，就是伫全国的 TKC， 因为即个 TKC 伊是一个各地方拢会当有一个 TKC， 比如台南的 TKC。台中的、台北的吼，因着去联合其他的 TKC 吼，大家做伙来推行吼，来吹扫白话字吼。特别伫台中吼，台中中会这个 TKC 吼，因足积极吼，所以台中中会 TKC 嘛有出版吼诚济这个白话字的刊物吼，所以咱会当看到伫1949年到1952年这段时间吼。教会其实内部对这个语言文字要走向倒一个方向，有产生真大的这个冲突意见的无共款。咱嘛会当看到伫迄个时阵，有一群教会内底的少年家吼，因主张继续保留这个白话字，继续使用白话字，继续使用台语吼，诶，这个过程吼，所以这个是 TKC 运动伫战后初期的。记录吼，好，安尼迄个时阵 TKC 因就出版诚济白话字相关的册吼，即马咱看是其中的一部分吼，比如讲倒边即个白话字吼，咱看到即个图，台湾的地图，即个是迄个时阵的即个白话字的教科书吼，中即个咧一些研究马克吼来地主。内底主做伊的工吼，名有特度吼，这个是伫这个其中的一本的课本吼，好，安尼
咱会当看到伊下面咯吼，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TKC 对无吼？这个是北部的 TKC 的出版吼。正边这个是耶稣基督，这是在讲这个耶稣的故事吼，嘛是 TKC 伊的这个出版的刊物吼。迄个时阵因出版的这个刊物诚济吼，但是伫即马佫留落来的无真济吼。迄个时阵我去访问遮个。比如讲林国宏教授吼，迄个时阵已经90几岁吼，伊就是迄个时阵 TKC 的成员诶。伊甲我讲，迄个时阵因有出版白话字的物理课本吼，物理的课本吼。伊是讲伫即个已经关互台大的图书馆吼，但是我伫台大的图书馆无看到即本物理课本吼，敢若有看到这几本吼，无介济。即码这几本拢是典藏伫台大的图书馆内底吼。所以林国宏伊的这个口述访谈是讲，迄个时阵因足拍拼在做这个罗马字的运动吼。战后的时阵，因遮个 TKC 的少年家吼但是嘛有人甲因警告吼，讲因做这个白话字的运动是有危险的吼。特别有讲到蔡培慧吼，有甲因警告吼，有甲因提醒吼所以。TKC 运动后来就无阁继续吼，这当然甲即个国语政策愈来愈严格吼有关系吼但是到差不多1950年代初期的时阵 ，TKC 也阁有继续运作。好，安尼头拄讲到迄个部分呢吼，是教会的内部吼即马要来讲教会外围吼咱知影为即个19世纪吼。无论是台湾教会公报，还是真侪白话字的作品，出版的单位拢是台湾教会公报社，吼，就是伫台南即个即卖台湾教会公报社遮青年路即间出版社。但是伫战后的时阵，阁有另外一间出版社嘛是真重要。但是讨论白话字的历史的时阵，较少讨论到即个出版社吼，伊是伫嘉义叫做台湾宣道社，吼。嘉义的台湾宣道社咧，是1954年创立的一个社，一个出版社，会当讲是出版的单位吼，就是即马相片看到即间吼，咱当看到中即个刹车吼，即个车顶用罗马字写台湾宣道社吼。即马即个所在已经是伫嘉义市区吼，是一个停车场吼，已经原本的即个所在伫1973年吼，就有一个火烧烧去吼，所以到1973年吼，所以即个台湾宣道社伊创立的即个过程咧，甲即个杨锡林吼，就是即个人杨锡林，伊是一个牧师有关系吼。迄个时阵伫嘉义的即个北门教会吼，有一个即个。罗曼德医生吼，佮有伊的太太叫做洪金珠吼，因两个甲杨锡林吼，即个牧师三个人想要创立一个印即个基督教文书吼，基督教的遮个文书圣经、圣诗、信用文书遮个出版的单位吼，所以就成立。所以其实伊无算是即个教会的直接的组织吼，当然即个。伫内底花的人比如讲杨锡林是牧师吼，还是讲这洪金珠、罗万丁是长老吼但是伊就开伫一个这个北门教会边吼，就是即马咱看的这个图吼头前就是这个卖遮个教会的册的所在后壁就是印刷厂吼，佮有这杨锡林的办公室。因迄个时阵就印即个出版大量的即个白话字的期刊，也是图书吼，所以会当讲咱即马看到足侪战后的白话字的期刊、图书、报纸吼，拢是嘉义宣道社印的吼，特别是白话字的小说，比如讲赖人生的小说吼，真侪就是伫嘉义的台湾宣道社印的吼，所以。因为1954年的创办的时阵呢，因就印即个两本白话字的期刊吼，咱等下会小解吼。好，即马先看家己台湾宣道社咧，迄个时阵吼，因的员工差不多10几个人吼，中即个就是叫做洪金珠吼，就是即个宣道社的创办人之一吼，伊是即个教会的长老吼，因差不多10几个人吼，为即个刻字吼，就是即个印字刻字吼。印刷包装吼，全部就是这
几个员工吼，做伙来进行吼。咱当看到这个图，就是咧刻字的时阵吼，刻这白话字的这个图书吼，刻字的过程吼。倒边这个就是这个台湾选择社伊的这个小解吼，就讲到像咱看到相片，就是杨锡麟吼先生吼，因开始在做这个白话字的推展的工作吼。好。咱即马看到的这两本呢，就是战后加重要的这个期刊，就是伫台湾选择社出版的吼。倒边这个叫做画名的美牛吼，这是创刊号，是1954年吼出版的吼。正边这个是1958年出版的吼，差不多4档，叫做家庭的朋友吼，家庭的朋友。这两本拢是全部用白话字来刊印吼。除了这两本以外吼，咱即马若是看到足侪白话字的杂志，比如讲金句的故事、女选月刊、基督徒教育等等这期刊，拢是台湾选择社印的吼。所以特别伫这个，比如讲家庭的朋友这个期刊内底，咱会当看到足侪，毋是干那是教会，也是信仰的这个报道吼。比如讲家庭的朋友，因为伊就是一个家庭的以家庭做对象的这个期刊，所以伫内底有教足侪，比如讲要安怎煮饭吼，也是要安怎照顾囡仔吼，要安怎这个陪囡仔大汉吼，家庭的教育吼，甲白话字的教育要安怎结合吼，伫内底都有足侪即种的。内容吼，另外伫1958年迄个时阵，台湾抑阁是这个农业的社会吼，所以伫内底嘛有足侪，比如讲要安怎饲猪吼，猪才会饲甲较好要安怎饲鸡吼，遮个农业吼，遮会相关的知识吼，所以佫较趣味，就是内底诚侪遮个广告吼，比如讲米酒配的广告吼，全部拢是用白话字来写吼来印吼有比如讲散文的广告吼，米酒配的广告病院的广告吼，等等，这广告也是来消解某一种知识，也是某一种西方的教育，伫咱的家庭吼，咱会当安怎来实践吼，这个内容全部拢用白话字吼来刊印吼。倒边这个画面的美牛，主要就是以这个教会的故事吼来做这个消解，所以较是以这个教会的内容为主吼。但是这个家庭的朋友，伊就真看吼，伊的内容是全部一般伫家庭吼，咱会拄着的代志吼，伫遮拢有足详细的报道。所以这两本就是台湾选择社出版历史上久长的这个期刊。好，头拄有讲到到1969年3月份的时阵呢，白话字就互人完全禁止所以到1970年1月份开始吼，咱会当看到这个就是1970年1月份开始的这个第一篇吼，用这个中国话吼中文刊印的迄个时阵是这个苏天明吼，伊所写的这个讲到教会报开始使用这个华语吼中国话来书写的理由吼。咱为即篇内底就当看到受到这个国语政策的影响真大吼，所以有讲，伊遮有写讲忍痛舍弃使用近百年的拼音罗马字，而以较大众化的祖国文字作为教会公报的传播工具吼。咱当看到内底有这个伫50年代以后，这个个案的国语政策影响吼，来互教会内部一定爱采取用。中国话吼来刊印的这个过程吼，毋是干那教会公报吼，所有的信用的文书吼，拢改做中文搁有就是教会内底的礼拜吼，你咧礼拜日的巡做礼拜，遮个使用的语言吼嘛，必须爱改做用中国话吼来进行这种信用的礼拜吼，好。安尼，咱即马要进入到第2个部分吼，就是伫即种诶时代背景下面吼，嘛是有即个白话字小说的出版吼，其中有2篇是较主要伫迄个时阵吼，较互人讨论的吼。即个作家就是赖仁生吼，咱伫
顶个月介绍到日本时代的时阵，嘛有讲到赖仁生吼，伊的本名叫做赖铁娘吼，是台中人吼。伊伫1951年就为台南新学院毕业吼。伊伫日本时代就写一篇吼，嘛是真有名、真早期吼，就出版的小说叫做《安妮的目屎》吼。之后佮出版吼足侪即个白话字的即个作品吼。所以咱即马就要来了解这两篇吼，一个是叫做《刺仔内的百合花》，一个是叫做《可爱的收银》吼。好，这个这篇咧，咱看到就是刺仔内的百合花吼，刺仔内意思就是这个刺皮吼，就是足侪这种插插的刺内底生出一蕊百合花吼。为这个方面，咱会当看到结合伊的这个内容吼，是有这个关联吼。这本册有出版吼，是伫1954年出版的吼。好，安尼这本这个刺仔内百合花咧，伊是一个长篇的小说吼，是赖仁生伊伫中华宜林教会迄个所在写的吼。台中中华青年部甲教育部吼，这就是教会内底伊组织甲出版外台湾宣道社有甲印吼，台湾宣道社就是拄则咱讲的这个家己的台湾宣道社吼。这个刺仔内百合花伫台湾文学史真特别吼，伊伫1954年出版以后，2008年佫有一个复刻吼，就是教会公报社佫家己出一版。然后2016年的时阵呢吼，佫有用即嘛，就是新整合的即个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吼，佫再出版吼。所以赖仁生的小说除了这本，另外一本嘛是拢伫战后佫有再版的即个现象吼。好，这就是3个版本的无共款咯吼。上倒边的就是原本吼，刺仔内百合花，中这个是教会公报社佫再复刻的版本吼。正边这个就是这个李清华教授吼，佫再甲伊佫再重新注解吼，佫再重新出版的这个版本。好，安尼这本呢，这个刺仔内百合花是安怎伫迄个时阵会引起足侪人的介意咧吼？我伫做硕士论文的时阵，有去访问使用白话字的人吼，差不多大概迄个时阵70、80岁阿公阿嬷吼，若是问伊讲，你少年的时阵读过啥物白话字的小说，还是你对啥物白话字的文学作品较有印象？因拢会讲刺仔内的百合花吼，所以我就想要读刺仔内百合花吼。所以伊是伫咱为这本册当看到这个创作的目的咧吼，赖仁生伊有讲，一开始其实伊是去参加一个演讲，迄个演讲的主题叫做“甜蜜的家庭”吼。伊伫遐演讲的时阵，就受到逐个人的欢迎吼。因为伫迄个演讲的时阵，赖仁生伊有出一个题目吼，迄个参加的学员吼。这个题目叫做“恋爱”吼，恋爱吼，恋爱这个主题。吼，这个150个学员来讨论咯吼，就引起足侪人讨论吼，有可能是伫1950年代吼，要讨论这个感情的代志是较神秘的色彩吼，所以引起这个少年男女的这种热烈的讨论吼，所以后来咧这个教会的青年部咧吼，就有甲这篇这个以这个讲题为主吼的小说刊出来吼。所以这个赖仁生伊的讲题《甜蜜的家庭》吼，就是这个小说的刺仔内百合花的一部分咯吼。伊迄个时阵问因的问题是啥物吼？有5个问题，这5个问题嘛收伫这个小说内底哦吼，就是恋爱吼，有5个吼，恋爱是啥物吼？恋爱是通毋通吼？着对啥物时起吼，才通恋爱吼？恋爱甲恋爱有啥物分别吼？恋爱甲结婚有啥物关系吼？赖仁生伫迄个时阵提出这5个问题吼，问迄个时阵吼这个迄个时阵的少年人150个少年人吼，然后咧伊就甲这个内容写伫伊的小说内底吼。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讲，伫小说内底赖仁生伊有家己讲吼，伊讲总是吼小弟吼，毋是小说家。也毋是文学家，是一个摆伫尾流卑微的萝卜吼，是足谦卑吼，
罗云香常常伫伊的作品内底讲，家己毋是小说家吼，伊敢若是甲伊的做牧师诶，这个因为伊对这个伊在传教的过程，也是伊伫教会牧会过程的观察吼，伊会甲伊写做文学作品吼，所以是足谦卑讲伊毋是一个小说家嘛，毋是文学家吼。安尼伫这个伊搁进一步写讲因的背景是啥物咧？吼，就是伫1950年代迄个时阵咧教会内底少年一辈甲老一辈对这个感情的看法真无共款吼。伊有特别讲老一辈人咧会将即种恋爱当作异端式吼，就是会真排斥即种自由恋爱的即种感情吼。所以赖人生伊就希望会当根据圣经的教导吼，来互青少年男女知影啥物是恋爱，也是啥物是正常的结婚观吼。嘛会当互结婚的翁仔某了解要安怎建立一个甜蜜的家庭吼，佮有互父母较了解安怎引带青年性的问题。所以其实伫即个企业内面协会内底描写着真侪性的即个问题吼。所以伫赖人生认为伊是将这个道理故事化变成小说化，所以当讲是宗教小说吼，伊的定位是这是一个宗教的小说吼。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伫册内底有附一张图，就是1954年的时阵呢，赖人生在演讲的时阵受到足大的欢迎吼，因在讨论这个感情的代志，所以就将这个演讲的内容写伫伊的小说内底吼。所以咱为企业内面协会的目录会当看到，全部有22%吼，22%内底，为第7%到12%呢，伊写是 JS 牧师的讲道吼。这个 JS 就是啥物人？就是人生赖人生的意思吼。JS 牧师吼，所以就是讲为中咧吼，差不多1/3吼。咱当看到第7是啥物？恋爱甲结婚吼，这个部分咯吼，男女性的冲动吼，这个部分第7、第8开始到12拢是吼。所以咱个进一步来看吼。伊伫内底吼，这个企业内面协会伊的人物有足侪吼，但是这个主要的就是这个惠美吼，惠美甲这个群芳吼，群芳甲惠美因是翁仔某吼，惠美甲丁良吼因是兄妹吼，所以因为这个故事真长吼，所以咱今仔可能真感性吼，重点讲一个就好吼。这个主角是这个惠美吼。男主角是群芳吼，所以小说的舞台是设定伫这个中国的江津的管辖吼，年代是1930年代吼。这个路线咧吼，有讲到足侪吼，包括中国的云南吼，也是印度、槟榔树、新加坡、香港等等，这就是这个男主角群芳伊做生意的路线吼，所以。咧描写着这个群芳去到遮个所在时阵，就描写着遮个代志吼。所以是一个以这个30年代的背景为主的吼。好，这个小说的这个内容呢，主要就是咧讲这个惠美甲伊兄哥吼，这个丁良因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的兄妹吼。但是这个兄哥丁良吼，甲伊的朋友群芳做伙去云南做生意，拄着车翻出草吼。这个嘛是真特别的吼，就是车翻出草的这个背景应该是伫台湾的日本时代吼，但是伊家己刷到中国的云南吼，这个部分咯吼。因为安尼这个丁良伊的过身吼，因为伊的拄着车翻出草，伊就死伫国外，所以群芳就甲丁良的这个遗物咧，早转来互丁良的父母，伊就因为安尼来熟悉惠美，开始追求惠美哦。但是因为惠美甲这个群芳因的信用无共款，佮有惠美就受着，伊有一届听到 JS 牧师的演讲吼，牧师甲因讲着婚姻家庭这个代志，所以就拒绝这个群芳吼。总是这个群芳伊无放弃哦，就请伊的母舅，这个母舅是一个军团的团长吼，来甲斗相共哦。结果这个母舅就用抢婚的方式要来强调这个惠美甲伊结婚吼，但是无失败吼。
所以惠美知影即件代志以后，伊就避起来吼。但是最后坤峰嘛是找着惠美啊，就一直甲伊顾正，甲伊顾正。惠美最后就嫁予坤峰吼。这差不多就是头前第1章到13章的内容吼。好，但是咧，惠美嫁予坤峰以后啊，煞开始过这种不幸的这个婚姻的生活哦。因为坤峰其实是一个毋是介好的查甫人哦吼，所以伊毋若食酒，佮跋筊，佮占酒家，佮娶细姨吼，差不多足侪拢无好的代志吼，因为伊拢做遮的代志吼，所以佮娶2个细姨哦，吼，就是秀春甲美珠吼，所以咧。坤峰的老母吼，佮甲秀春就是这个细姨吼，做伙苦毒惠美，所以惠美就开始过迄种足可怜的生活吼。伊虽然足痛苦毋过伊嘛是足忍耐吼，定定拢透过祈祷吼，找这个透过信用来得到安慰吼。所以虽然安尼咧，遮个这个坤峰的这个细姨哦，嘛是要陷害惠美，吼，最后就甲伊塞入去这个莲花池。发生一个莲花池的事件，惠美嘛险险就死去，吼。最后经过迄个法院的判案判决，得到真相，吼，知影这个惠美是互人苦毒的哦，吼，这个凶手其实是这个迄个细姨吼，所以得到真相啊，这个坤峰伊嘛悔改惠美伊嘛原谅坤峰，两个人佮重新过日子，吼，这就是车内百合花的主要的内容，吼。伫这内底，这个小说伊的特色，伊伫形式上有一寡较特别的所在，就是伊伫内底有这种批信的铺排，吼比如讲坤峰写互惠美的情批，还是丁良写互算梅的情批，吼丁良就是惠美的阿兄，吼算梅是惠美的阿嫂，吼伊原先会甲遮个批信放伫这个小说内底，吼，佮有伊会甲这个主角伊。写的诗歌嘛，写伫这个小说的文本的内底哦，吼。比如讲，惠美有写一首诗，就叫做《百合花》吼，写伊就甲这个百合花放入去。还是丁良有写一个初吻吼，初吻伊嘛甲放入去吼。佮有就是上主要的特色，就是形式上为第7拍到12是这个 J.S. 牧师的演讲，就是赖人生伊本人讲的话伫这个内底吼。佮有就是。头拄有讲到内底，因为要讲到青年男女的遮个感情的代志，所以因嘛有真侪描写这个性的部分吼。但是伫迄个时阵也个是较保守哦，所以用足侪拍册来表示吼。所以咱当看到这就是车内百合花吼，有足侪拍册的部分对无吼？像这中这段规纸拢拍册吼，所以像这个拍册了，咱敢来当看到自然的要求，了个拍册所以差不多毋知影伊在写啥物吼，有真侪即种的情形，这是车内百合花伊小说的形式特别的所在吼。好，佮有伊的语言哦，因为伊是安怎这个乱人生的小说，会互足侪人真介意看吼，因为伊的台语的这个描写吼，互人感觉足立体。亲像迄个画面，就伫你的面头前吼。比如讲，头拄讲到丁良，伊拄着即个青番出草吼，所以有甲即个青番相战斗的场面吼，写甲足互人感觉足立体吼。这甲咱进前顶个月小解地溪畔的即个出死线吼，这讲到即个女主角叫做季芹对无？季芹拄着迄个情变惨的时阵，因咧相战的迄个画面吼。这是白话字小说伊个特殊的所在吼，伊会当从这个台语的语言吼，透过白话字会当，互人感觉描写甲真立体吼，真生动吼，真有路的即种的描写吼。另外就是这个乱人生伊嘛，主要描写即种少年男女拄着感情迄种恋爱的心理的状态吼。佮有伫这种人物的角色甲伊的口碑的部分吼嘛，描写得足好吼。比如讲，这个大家要苦毒，这个惠美，还是细姨要苦毒惠美吼。你袂输已经看到迄个影像吼，就是因咧甲伊苦毒、甲骂迄种口碑吼，真写甲真好吼。好原本要念即段这个就是这个算梅吼，伊的这个甲坤峰吼两个人的这种感情吼，但是这个可能
较长吼，所以可能无法度后盖有机会再个会当分享吼。啊，这里有一个汉落的版本吼，这是汉落的版本。咱会当哦，头拄讲毋对吼是丁亮，毋是昆风吼。啊，这段咱会当看到这种恋医生对两个在谈恋爱的这个男女的迄种描写吼，写甲互人感觉这种足立体的感觉吼，而且是足直接的感觉吼。这就是车内必合会其中的一段吼。好。另外咧，小说第三个特色咧，就是伊有内底有真侪即个圣经的引入吼，引入圣经的引入，比如讲丁良诶即个梦吼，伊就特别描写刻一个十字架的记号，搁有就是回避，当即个昆风在甲回避求婚的时阵咧，回避拢无讲话吼，伊就跪伫涂骹吼画即个一个鱼仔甲一个十字架，这嘛是一个圣经吼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引入吼。搁有伫内底有真侪即个笔合花吼，咱知影册名就是叫做车内笔合花吼，其中第4种主题就是叫做满笔合花吼，搁有第15种伊嘛有讲着，回避着讲真后悔迄个时阵无听爸爸的即个话吼，一世人是做车内的笔合花人吼，差不多即个部分是直接呼应即个主题，吼，那恁为虾米是笔合花吼？伫恋医生诶即个作者的事言，伊有讲伊是毋是一个小说家吼，毋是著作家吼，伊本身是一个牧师，所以伊用真侪圣经的即个内容吼，放伫即个小说内底吼。伫圣经内底嘛有真侪摆提起笔合花吼，比如讲雅歌吼，雅歌第2章第2节内底。雅歌会当讲是圣经内底描写即种男女的感情吼，真出名的一篇一篇即个经赞吼，伊就写着讲，我的爱人伫查某囡仔中，亲像刺皮内的笔合花安尼吼，所以刺皮内的笔合花嘛有一种表示伊的一种忍耐、艰苦吼，坚定吼。真纯洁的这种意思吼，所以特别是伫即个刺皮就是真侪刺的这种食物的迄种中间有一蕊笔合花吼，所以用安尼来形容即个回味吼，即个意思。好，回味伫内底嘛有写一首诗哦，对即个女主角伊就有写吼，这首诗吼，比如讲，我直接简单念哦，讲笔合花，笔合花，你是。白个水，香个大蕊，有山顶有溪谷，有白杨豆位开看，有阳光有露水，你太毋踮遐开，踮遐水，太可惜，你太遮歹运吼。其实这就是回避在写伊家己吼，因为伊嫁互一个。无好的翁婿吼，所以隶属于一世人的命运是一个真艰苦的过程，但来当透过信用来得到讨饭吼，所以这以下的诗吼，后壁还阁有吼，偏偏来开点这车内吼，你敢毋知四边拢是刺，你软弱互风吹，前也刺，后也刺，到尾着降哦，完全粉碎吼，粉碎。所以这个是这个回味的诗，后壁阁有一段保守你的洁白，甲芳味，阮决心奋斗，有我牺牲，到尾的胜利就归伫你。笔合花可怜，车内的笔合花，好除了遮个即个基督信仰的即个内容以外吼，伊伫内底嘛有真侪讲到，迄个时阵30年代吼，因为伊是以30年代为主，台湾在地文化的背景吼，比如讲迄个时阵有带西医的风俗，还是阮住民这种出草的这种风俗吼，也是迄个时阵台湾人安怎来祭拜吼，伫传统信仰安怎祭拜的流程吼，足有路的描写，搁有就是。描写着台湾人伫传统的信仰，甲即个外来信仰吼，基督信仰进入到台湾社会的时阵，即种新旧文化，也是在地的信仰甲外来的信仰的冲突，即个颂雅吼，所以为
这个小说咱嘛会当去看到哦，早期台湾上帝讲落到死无人靠吼，迄个时阵是对基督信仰是真排斥吼，无爱互人去台湾社会反对这个基督教，这个来影响这个台湾人的社会吼，所以初代的基督教其实因面对足大的这种家庭的这个压力吼。所以咱为乱人生的小说嘛，当来看到台湾在地文化，甲面对西方文化的这种的冲突吼。好另外吼，内底嘛有讲到真侪甲恋爱有关的事例吼，因为时间关系无全部列出来哦吼。比如讲咱即马在讲单恋吼，其实伫迄个时阵因会写是片恋吼，片恋就是单恋的意思吼，伊个有。注解吼，就是你在爱人，对方无得卡也在爱你，安尼你会变做片恋吼。亲像安尼，佮有这个扭带吼，伊讲翁某的结合，除了肉体上的结合，也有较要紧的扭带，就是同性、同愿望、同仁爱吼。所以为请来表协会，咱会当去找着足侪早期安怎来描写感情吼、婚姻吼遮个台语的词类吼。所以请来表协会，伊基本上是一个以青年男女的恋爱做主线的一个小说吼。内底是以 JS 牧师，就是乱人生牧师的讲道的内容来做其中的主要的部分吼。所以有这个宗教小说的色彩吼。另外就是伊的内容咧吼，包括足侪吼，拄则有讲到吼，遮个爱情婚姻风俗信仰的冲突、社会事件吼，佮有破案吼。头拄讲迄莲花池的事件吼，发生迄莲花池事件以后，都有一段迄种亲像在看迄种破案、奇案破案的迄种过程吼。所以伫内底的乱人生描写这个男性吼，是一个犯罪总是最后浪子回头的这个角色吼，总是女性是一个牺牲甲救赎的这个角色吼。所以这嘛表现这种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吼，就是罪吼甲救赎的意义吼。即个咱伫等下讲这个可爱修行吼，嘛有安尼的意涵吼。所以李天华教授吼，伊捌分析这个小说吼，伊有讲这个小说的以牧师做主角吼，表现家己对爱情、婚姻甲性的看法吼，某种程度嘛表现当时基督教的爱情观。婚姻观吼，甲性的观念吼，所以伫20年代、30年代是相当进步的题材吼。另外这本小说咧，佮有另外意义吼，就是咱知影伫伊伫1954年出版，对无？但是头拄有讲到1953年开始吼，伫这个县政府的公报还是报纸吼，就开始对白话语禁止吼。所以伫这个禁止的时间点吼，佮有这本小说的出版，互人感觉真。宝贝吼，咱可以当看到这个白话语伫迄个时阵吼，差不多要完全互人禁掉吼，佮有一个小说出版吼，佮有就是伫迄个时阵台湾文学的文坛吼是发生啥物代志，就是本省的作家在讨论，敢要伫作品内底增加台湾本土的语言吼，迄个时阵是讲敢要增加方言，但是伫1957年的时阵，在本省的作家吼。因伫文友通信内底第4回讨论，对这个增加方言的看法，因是反对的吼。所以伫1957年这个时间点，咱会当讲伫台湾文学的文坛吼，就是全部是反共文学的这个存在吼，是主流。所以台湾本土的声音，差不多是完全无法度伫文学作品内底看到吼。总是伫即个时阵，咱会当为即个请来表协会来看到一寡迄当阵台湾社会的颂影吼，所以这嘛是即部小说伊的意义。好，安尼即嘛真紧来讲遮即个1960年另外一篇小说嘛是乱人生的可爱的修行吼。讲即个可爱修行即个名，伫1930年代吼，伫台湾文学嘛有另外一个即个阿 Q 之地吼，伊嘛是讲即个册名吼，但是迄写的是用即个中国即个白话文写吼，甲乱人生用台语白话文写是完全无共吼，但是因的名拢是叫做可爱的修行。好即个可爱的修行咧，伊的简单讲吼，伊的即个
内容是分做4代吼，伊是第1代、第2代、第3代、第4代吼。以这个第3代这个兰香吼，木兰香吼，木兰香为主吼，伫讲伊的这个故事吼。但是咱会当看到伫遮呢，有看到一个布地甲一个山坝吼。布地是海口，海口遐山坝是伫台南做镇吼，嘛是一个平埔族的传统的这个部落吼，所以遐真侪是姓木吼，木这个姓吼，所以伊是一个描写着海口，佮有山内山吼，佮有描写着甲这个西拉雅的平埔族有关系的吼一个小说。好，简单讲咧，就是这个小说咧，伫形式上甲乱人生伫正前吼，伊的小说有即种中会文体共款这个特色，各个所存在吼，佮有甲这个企业内底合伙共款，乱人生伊个人的这个做牧师的这个角色，伊讲到的内容嘛会出现伫文本的内底，佮有可爱修人较特别是因为伊内底讲到台南平埔族吼，姓木的这个平埔族的这个风俗甲文化。所以内底真侪是描写平埔族的部分吼，佮有就是描写这个海线讨海人的生活，甲山内人的生活吼。因为伊的背景是伫战后初期，所以嘛有讲到这个日本时代尾期的时阵吼，迄个时阵真侪台湾人拢互人调去南洋吼去烧镇还是做通役这个故事吼。佮有伊的这个小说的背景咧吼，为台湾的西部甲东部吼拢有吼，中部嘛有，所以伊描写着足侪迄个时阵台湾的交通吼，比如讲三轮车的描写吼，客运的描写吼，佮有迄个时阵主要的地景，比如讲台中公园吼，也是讲这个伫东部遐吼发生的遮个所在描写，好可爱修人，佮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咧？吼，因为伊伫内底有描写着4代人，4代吼，第1代、第2代、第3代、第4代台湾人的生活，所以咧第1代就是初代信徒，有拄信基督教，或者是信徒吼，内底就描写着因学白话字的过程，吼，佮有因开始去做礼拜遮的过程，吼。内底头拄有讲到主角是兰香吼。兰香嘛是一个甲头拄企业内底合伙回避共款，嘛是互一个男性欺骗吼的过程吼，所以内底有即种男女情感的描写吼，佮有就是讲女性伫迄个感情的即种困难的当中吼，伊安怎坚强吼，佮有伊最后安怎去原谅即个男性吼，佮有去承受迄个罪的结果吼，即种部分就是甲即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吼有关系吼，这个是可爱修人的部分吼。伊真特别的是，伊伫1960年代出版以后咧，伫1992年吼，佮有互这个第2位教授吼，甲伊变做是一个台语的教材吼，就是将伊内底的这个白话字的原文吼，一段一段增加注解甲说明吼，有出版吼，所以。伫战后1992年，佮再出这个可爱修人吼，变做是一个台语文的教材吼。这个嘛是可爱修人伊特别的所在吼。好，即摆要讲到第3个部分哦，就是战后台语文运动，这甲白话字嘛有真密切的关系吼。拄则咱已经知影，受到国语运动的影响，白话字到1969年3月就无法度佮再使用。为1970年1月份开始，教会公布还是教会内部。全部就是使用中国话来进行这个信用的文书吼所以白话字伫台湾吼一直爱到1980年代尾期，台湾解严以后，这个台语文运动的兴起，白话字才搁一改伫这个台语文运动的催促推动者的这个重视下吼，才搁伫台湾的社会受到重视吼。咱知影战后台语文运动一个最主要的理念，就是这个嘴讲台语、手写台文，也就是语言甲文字的运动是做伙的吼。毋是干那语言，佮有文字吼，就是台文的部分，所以一定会讨论到这个台语文字化的部分。所以伫这个战后台语文运动
迄个时阵提出来数据，主要有这四个，就是文字化、电脑化、文学化甲学术化，吼，这四个部分。所以在思考着文字化的时阵呢，白话字的历史就搁再一届受到重视。白话字的传统嘛，伫这个时阵，正做台语文运动者一个真重要的吼，搁再找到倒来台湾人的文字的传统、文字的历史，搁有文字甲文献的资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一个意义吼。好，安尼台语文运动上早期吼，咱知影是为海外吼，无论是1960年代王玉着伫日本诶，即个吹上，也是1970年代尾期伫北美遮个台语文运动者吼，台湾语文推广中心因出版诶，即个咱即马看到即个台湾语文画报，甲台湾论报顶面，吼，咱会当看到，慢慢有即个台语诶罗马字甲汉字套人做伙使用诶即个情形吼，所以这个是创刊号吼，台湾论报这是创刊号伫内容的部分台语文运动者慢慢经过诚侪嘅讨论吼，认为台语的罗马字甲汉字吼，这种汉罗做伙使用的方式是迄个时阵符合迄个时阵的社会的这个条件吼，大家人会当接受的一种方式吼，所以为1970年代尾期。咱就会当看到对着台语文运动的关系白话字搁再一届吼，互咱会当看到吼。好，迄个时阵除了即个海外的即个台语文的运动者以外伫国内吼嘛开始有诚侪台湾的少年家吼，伫学校成立即个台语文的社团吼亲像即个是即个林美珍吼，伊的硕士论文内底吼有引用即个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列出这个为1988年吼，成大台语社吼第一个成立吼到最后这个 TGB 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这是一个足侪学校做伙联合的这个社团，台语文的社团。咱当看到这个社团因咧成立伫校园吹哨台语文运动的时阵吼，伫因的这个刊物内底吼，嘛开始使用白话字吼。大家会当讲，伫迄个时阵，伫90年代时阵，佮重新甲白话字捡倒转来，吼，使用用汉罗的方式，互白话字佮进伊的生命来佮再一步出现，吼。遮个台语文社团后来因佮有做诚重要的工课，吼，因讲成立即个台语学生，吼。咱即马看到即个台语学生顶面即个文言，就是杨文言老师，吼，因为学生时代就成立即个台语学生。吼，然后咱会当看到伫因诶刊物诶内底，就用即种汉字甲罗马字汉罗滥用诶方式伫办即个刊物吼。正边即个就是咱知影上早吼开始将即个外国诶文学翻译做台语，也是甲台湾日本时代诶文学翻译做台语诶计划，叫做五拍台语计划。即个五拍台语计划成员诚济，就是即个台语学生诶成员吼。因透过因家己毕业以后吼，搁再奉献因的时间、金钱来做这个翻译的计划吼，内底嘛是用这个汉罗吼，也是讲罗马字甲汉字对照的方式来出版这个翻译文学吼，过几当伫1989年的时阵呢，吼，咱会当看到倒边，这就是白话字的杂志，叫做《风向》。《风向》杂志是单字字牧师，吼，伊是屏东高树教会的一个牧师，吼，伊嘛是一个画漫画的这个真有名的牧师，吼。下面这就是伊画的漫画，吼。伊伫1989年的时阵出版这个《风向》双月刊，吼，咱会当看到是用全部罗马字，吼，转落的方式。伫出版这个刊物吼，伊的这个主题毋是干那限定伫教会吼，嘛有讨论着诚济教会外社会议题吼。中即个咧就是TGB 通信吼 ，TGB 通信是即个 TGB 吼有就是台语文吼，也是台语网吼，诶，即个意思诶简称吼。因伫1999年时阵创办即个 TGB 通信吼。咱会当看到是用这个全罗甲汉罗吼对照的方式吼，这边就是
转了吼，这边是汉了对照的方式出版吼，这是一个学生的刊物吼，拄则这个方向是伫教会吼，但是牧师出版的刊物。TGB 通信就是一种学生组织出版的刊物，因的一个特色是较有这种左派社会主义的这种运动观伫内底吼，所以这个是 TGB 通信吼，后来因就改做网络来出版吼，下面这个台湾字呢是2000年的时阵吼，由这个高雄罗马字协会出版吼，是成员有亲像。张福柱吼，也是即个电视组、歌卡咧等等吼。咱知影台湾字伫2000年迄时出版吼，后来停刊但是真欢喜吼，伊伫今年搁再复刊吼伫顶个5月底的时阵吼，5月份吼搁再进一步吼要来出版吼，要来再版吼，要再复刊吼，所以这是3份白话字的杂志吼，伫正后出版的情形。好，安尼，这个白话字到家己头拄有讲到，即个台语学生的真侪成员呢，吼，因有诶进入到学院内底吼，伫学校内底，伫大学内底，台湾系所教册的时阵呢，嘛将即个白话字的历史，也是台语文诶即种观点吼，伫学院内底做推送吼，这嘛是足重要，就是学术化的部分吼。白话字伫学术化的影响吼，透过遮个伫学院内底的台语文运动者吼，台语学生吼，来进一步来将即个理念搁传播落去吼。迄个时阵伫学院内底吼，2000年初期的时阵呢吼，就有真侪个研讨会吼，也是真侪个讨论。即个台湾文学史内底无台语文学即个部分，也是讲台湾文学系无台语文学，无台语文学的相关的课程、师资等等的问题吼。所以迄个时阵主要来伫咧讨论，咱知影叶石道的台湾文学史讲，也是偏随紧的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也是相关的真侪台湾文学史内底，差不多拢无讲到台语文学。吼，当然，迄个时阵单方面的台湾新文学史也未出版吼，迄个时阵是2000年初期的时阵吼，但是后来出版的即个台湾新文学史，犹原无讲到台语文学吼。伫即个情形下，2006年的时阵，就有出版一本台湾文学正名这本册吼，这本册真重要，这是遮个作者吼，比如讲李钦华教授、李恒昌教授、蒋伟文教授吼等等文耀乾教授吼，遮个教授，因拢是伫学院内底就是台湾文学的即个研究者吼，因伫即个台湾文学正名这本册内底就凸显即个台语文学伊的伫台湾文学史的欠缺吼，伊的即个提出即个问题搁有台湾文学伊的定义到底是啥物吼？开始有真侪讨论吼，其中真重要的就是有真侪学者开始伫内底讨论着白话字的部分吼，比如讲上有名是咱上知影吼，就是蒋伟文教授的这篇吼，罗马字是台湾新文学的开基祖吼，台湾文学史的再传承吼，伫这篇论文内底咧，将即个白话字伊的文学史的意义吼，搁再一届来凸显吼，特别来讲到即个白话字比即个中国的五四运动搁较早吼，即个真重要的意义吼，伫即篇2000年初期的即个论文吼，来有即个强调白话字的意义吼，所以这是伫学术界吼。开始有安尼个讨论安尼个讨论的即个基础，就是白话字伊的文献、白话字的传统甲伊的历史，搁再一步吼，伫现代受到重视吼。好，伫即个作家台语文学嘅作家内底咧，嘛有真侪作家开始去重视白话字伊的传统，将即个台湾罗马字、台湾白话字甲民族文学嘅关系吼会当甲伊连接起来吼，其中上有名的诗吼，就是即个陈雅仪吼，伊是一个台语的女性的诗人吼，伊写的即个学罗马字了后吼，即首诗吼，写甲真好伫内底吼，就有讲到即个白话字吼，罗马字的重要吼，
这首诗各位会当搁再看，吼，咱拢会当找着这首诗未来底咱会当看到作者诗人将这个白话字也就是讲伫伊内底写是用统治者看无的这个 ABC 来建立这个民族的文学民族文学，而且嘛是建立民族的尊严这个意义伫内底。伫诗的这个第二拍的部分伊嘛有写着这个罗马字对一个台湾的诗人伊的意义是啥物伊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内比较搁较内这个利器是一个武器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学的武器。这个武器对诗人来讲，伊要对抗的是啥物伊有写是我体内的中国毒瘤中国的毒瘤所以伫遮诗人进一步来反省咱拢受到中国的镇压，国民党政府语言、文字、思想民族认同各方面的这个毒素啥物是会当甲这个毒素去除？啥物是会当甲这个毒瘤挂掉伊认为就是罗马字罗马字会当建立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自主性所以这个罗马字会当互旧的台湾长开新的台湾出世所以我认为这首诗是足经典的一首诗将白话字罗马字伊的意义甲台湾民族文化这个意义有一个真密切的这个关联的诗同款第二页另外一首诗嘛有描写着这个部分，就是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这首诗是1999年刊伫台湾通信内底61期的一首诗伊伫内底就是一个诗人对台湾未来的想象对台湾的一个梦咱会当伫其中一个一拍内底嘛会当看到遮写山谷中合唱话语无共腔后日底聚会三讲爸母话所以咱伫遮会当看到一个诗人的迄个梦诗人伊有一个梦，迄个梦是有一天咱在讲的是无共腔口每一个人用伊的母语讲家己爸母话的这个台湾社会新的台湾国的一个想象另外伫后壁伊嘛有一拍特别来讲着罗马字的部分我头前念伊讲我有一个梦新国新城邦开阔的街市充满火香味汉板大壁边汉字无看见简单罗马字摊怀做标记设立新规矩恢复好景致新国家城市透换新活气所以咱伫遮会当看到一个台语的语言景观出现迄个台语的语言景观是一个无看到汉字敢若罗马字的台湾社会这是一个毋是敢若郑雅怡伊个人诗人的梦会当讲是一个世代的台湾人对台湾语言文字的一个梦想一个想象一个愿望就是用罗马字来建立台湾语文的主体性的这个愿望所以郑雅怡这两首诗将这种愿望写甲真好互咱会当去理解罗马字伊的意义是啥物好，安尼拄则有讲到这个台语文运动伫这个70年代1977年为这个台湾语文画报创刊开始迄个时阵这个台语文的作家嘛有无共的社群无共的社群这个是根据廖瑞玲教授伊的分类认为台语文作家的社群会当讲是分做两个部分一个是以地良伟为主的这个海外台文通信1990年代的这个这条路线这是承接海外台文媒体系统的这个路线到2012年的时阵，伊就来到台湾倒来甲这个台文网报合刊，变做台文网报通信这个
路线主要是以汉字甲罗马字汉罗合用的方式在书写单语文，创作台文作品。另外一个是安慰人的单语文调这个路线比如讲内底就有黄敬连的歌盲会的系统，是彭耀乾继承这个歌盲会的系统，佮有林永敏的家当，甲送着来的台湾新闻行台湾语文艺佮有后来吴中祥的台文正线这个路线的作家主要是以汉字来书写为主总是这两条路线的这个作家伫2009年的时阵迄个时阵成立一个台文笔会台文笔会当讲是台文作家的一个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组织伫2009年时阵成立迄个时阵呢咱会当看到这就是2009年台文笔会伊成立以后，逐档拢会出版这个台文笔会的年刊伫内底就讲到台文笔会的这个书写强调台湾文学是以台湾语文来创作台文笔会年刊咱即马嘛是佫有继续在出刊内底就是使用白话字来刊印用汉字甲罗马字的方式嘛有一寡是专白话字的文章另外就是台文笔会伊的这个主要的理念是希望会当甲国际来做交流，所以内底无共字嘛会有这个英语的翻译有的时阵有这个日语的翻译，佮有越南语的翻译会当讲是一个台文作家要行入国际社会一个真重要的这个组织甲期刊好。头拄有讲到这个几若本的台湾文学史，拢无讲到台语文学，嘛无讲到白话字总是伫较后期2013年时阵咱会当看到廖瑞玲教授有出版这个指针甲笔针台湾母语文学的发展这本册是台湾文学馆出版的册内底就是以台语文学来做主体的一个文学史这个论述内底嘛强调这个白话字的传统廖瑞明教授伫这本册有特别讲到战后台语文运动最主要的一个一个理念就是找倒来这个咱台湾台语白话字的历史传统对战后的台语文运动嘛有真大的启发比如讲这个日本时代以前这个白话字小说的出版对战后台语文运动的发展嘛有真大的启发另外一本册是2当前嘛是台湾文学馆出版的一个台湾文学史基本教材虽然伊毋是一个较正式的台湾文学史但是伊是一个以台湾文学史来做主体消解少年的文青的一本册内底就有一种是讲白话字的部分为早期伫教会内底到看到这个社会的这个过程伫内底拢有写着所以咱真欢喜有看到白话字伊的历史伊的文学史的意义伫一寡台湾文学史的文章论文册内底有书写，虽然抑佫足少但是有安尼的现象比起完全无这个台语文学是白话字的文学史咱真欢喜有看到安尼的册出版。好，安尼最后来复习一下因为咱差不多要结束白话字发展的路线咧，咱为第一届4月份4月24佮有咱5月份甲这届咱拢有讲到白话字伊整个的这个发展咱去做一个总复习上早期伊是伫19世纪的时阵1885年由这个英国基督长老教会宣教师来到台南台湾这个所在开始来这个开始发展后来伫1895年的时阵，经过日本时代到1945年，这拢是日本时代的时阵伫教会内继续在发展1945年以后这个
咱知影今仔讲的这个战后初期吼，为1950年代开始吼，白话字就互人禁止吼，完全互人禁止是1969年吼，所以咱会当讲这段教会内的白话字吹送的是一个台湾人以白话字来创作，以台语来思考的一个白话字的时代，吼，是1885年到1969年吼。84天的时间，下面这个红色的部分是教会以外，教会外的白话字的运动吼。伫日本时代，就是1950年代，歹势，1920年代，就是咱顶各位有讲到的，比如讲台湾文化协会的蔡培慧、武丰一心会的林汉良，也是中华妇女共励会，遮个日本时代的启蒙运动。嘛，开始吹哨这个白话字吼。另外一个时期，就是咱今仔讲的这个战后省参议员吼，佮有伫这个1980年代以后，战后台语文运动吼，这个部分是教会外的这个白话字的运动。所以咱为这个白话字伫台湾史的这个发展的路线，咱会当来看到几个现象。第一是伊一开始是伫教会内底吹哨。总是后来慢慢行出教会探到台湾的社会第二是伊的吹送的人推行者，为早期的宣教师，甲本地的牧者、本地的牧师，到教会以外社会的人，比如讲这个日本时代的这个教会外的人，也是。战后的省参议员，也是单语文运动者，所以吹送的人吼，嘛有无共款的改变。另外就是吹送的对象，伫这个黄色的这个白话字的时代，主要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底的信徒。到这个红色的部分呢，是台湾一般的普罗的百姓，台湾的社会大众，是这个白话字运动才要吹送的对象。所以咱会当看到伫规个白话字发展的时阵，即个路线来看，即个吹送的即个环境、吹送的对象，甲吹送的人，拢已经有无共款的变化吼。即个是互咱看到白话字为一个西方的宣教师，到伫台湾在地化诶，即个过程吼。好，安尼最后要来做一个结论吼，差不多40分啊吼。有几个吼，就是咱在看遮个白话字的即个文献，也是白话字的文献的时阵，咱会当知影讲台湾人捌有一个台语的黄金的时代。即个台语的黄金的时代的意思，就是一个台湾人用台语来书写，用台语来思考，用台语来创作，用台语来吸收知识的一个时代。这就是一个白话字的时代。总是伫咱现代伫咱的课本，也是伫咱的少年家囡仔人的即个中间，伫咱的教育，真少会去讲到台湾捌有一个用家己的母语来思考的时代，吼，这个是白话字伊的一个重要。第二个就是讲白话字伊的意义是有真侪，其中真主要就是因为伊的即个文字的系统的即个特色。所以，伊是一个书写民主化一个真要紧的即个实践吼。为19世纪中期到今嘛吼，任何人拢会当真简单用真低的学习的成本，就会当来学习书写，你就会当写出你的思想。所以，这就是一个书写民主化的表现。另外，白话字嘛是台湾政治史的见证，咱会当看到白话字经过。19世纪的清国时代，到1920年代日本时代，1950年代的国民党的时代，2000年以后民进党执政的时代，无共时代这个政治史的见证，白话字会当讲是一个长长的溪，伫台湾史安尼一直流到这条长长的溪水咧，一直流到今嘛，伊中见证无共款的。即个土地地理地质咱会当看到伊伫政治史的即个见证第三个就是白话字伊其实嘛是一个建立台语知识体系真重要的文字系统。咱即马定定在思考啥物
什么事用台语安怎讲，也是讲什么观念咱要安怎用台语来表现吼。其实咱若是倒转去看白话字的文献，咱就随进入一个用台语建立起来的这个知识的体系吼。伫这个白话字的时代，会当用白话字来看数学，用白话字来读医学，用白话字来写文学，用白话字来看一般家庭也是教育、婚姻等等无共款的需求的遮个知识的系统，吼，所以这顶面三个是这个白话字伊的一个意义吼。下面有两个就是伫进前顶个月嘛是有讲到这个部分吼。白话字伊要紧的所在是建立一个台湾人用母语台湾话来书写的这个文学的传统，佮有一个一个真稳固的这个书写的系统。这个嘛是真侪学者在讨论着后世面的文学的时阵，本地的文学、本地的语言要安怎互伊卖遐尼进无去。上主要的就是书写系统甲文学的传统。所以若是要互台语文、台语的文学会当久久长长伫这个台湾社会无跌到灭绝吼，上主要咱要有一个台语的书写系统吼。当然，即马教育部有公布这个台湾闽南语罗马拼音吼总是以文学传统的角度来看吼，白话字有一个遐尼久长的文学的传统文献的这个累积吼，是这个真重要，这个是咱嘛爱来重视的部分吼。最后就是这个后世民主义吼，后世民文学者吼，因在讨论着世民到底什么是叫做世民的世民的重点吼，什么是世民统治已经结束的，就是来看迄个世民统治的时阵的无公平，敢有已经去除咱为头段在讲到战后，为这个台湾省这个台湾省政府的公报，佮有新生报、联合报遮个报纸会当看到国家机器对这个台湾语言的这个打压禁止，佮有文字的打压佮禁止吼，这个部分伫即马敢有完全拢去除吼。咱若是为教育体制还是规个媒体资源分配来看，咱就会当知影其实也未去除所以这拢把这个后世民主义者伊嘛又讲，若是世民统治的无公平也未去除，安尼咱可能伤早讲世民主义已经停止徛伫安尼的角度，其实白话字伊的运动抑阁是一直在继续抑阁是一直在进行式的运动，所以咱嘛真欢喜看到，亲像打到台语开讲社安尼的遮少年家伫这个白话字也是台语文学的拍拼互咱看到抑阁有希望嘛看到因的影响咱慢慢伫少年辈来造成影响这个是互咱感觉真欢喜看到白话字伫当代伊有新的这个角色比如讲伫几当前看到这个时代的这个暗暝合作社社团，因就全部用白话字、台语的白话字甲客语的白话字在出版因的刊物也是讲即马有愈来愈侪少年家伫家己的这个网络的媒体家己用白话字来书写所以咱会当看到白话字伫当代的社会有一个新的形式总是爱拍拼的路抑阁真久长好，安尼我就用下面顶面这5点来做今仔日分享的结论。多谢各位安尼刷落来即马3点45分所以刷落来时间我敢是交互弟定因为可能阁有一寡时间要来有个后个月第3季的这个讲座。好，安尼真多谢各位线顶的朋友安尼今仔分享就到遮，多谢。好，咱非常多谢木真老师甲咱精彩的分享尤其像真正是像木真老师所讲的真正是咱目前咱白话字咱民间虽然讲咱渐渐看到讲有一寡少年人愿意开始使用，但是其实咱也爱做伙拍拼的路还阁真长的希望大家会使做伙来加油。好，安尼咱接下来的
咱刷落来，甲时间留互大家吼，大家针对咱今仔日分享的内容，然后任何问题，还是想要做一寡分享的，咱拢会使伫咱YouTube 咱开讲室遮会使先留话吼。好，要甲时间留互大家进前，我则先甲大家放送吼。然后无真老师嘛先休喘一下，啉一下茶水的。咱大家来参加的是这台湾博览会，咱2022年台语文学系列讲座吼。咱这系列的讲座是由咱台湾博览会打到台语开讲社，有高雄文学馆做伙联合主办的吼。咱为去年2021年开始，咱开讲社咧就甲高雄文学馆合作吼，咱来做伙办理这个台语文学系列讲座。主要咧就是要来带大家来做伙熟悉，来了解咱台湾人非常无熟的台湾文学吼，亲像吴真老师拄则讲到吼，其实台湾文学史内底是安那拢无台语咧，咱其实2000年以后吼，这资料较渐渐看会到吼，嘛。即马可能主要的台湾文学系数嘛，学生嘛拢无一定知影即个部分吼，所以咱感觉吼应该爱来办即方面的讲座吼，来带大家来入目来熟悉吼。即一季咧是吴真教授来带咱来讲咱白话字的文学世界。咱后一季咧咱后一季咧特别正式带大家吼来做白话字来。无基础的若有趣味想要学习白话字，想要了解白话字，想要实际用白话字来书写，咱非常欢迎吼，会使报名咱后一季的工作坊吼。这方面主要适合讲咱对白话字还无熟手的，对咱台语文书写有想要进一步来试看摸的，有想要来可能未来有想要做创作的朋友吼，咱会使来报名咱后一季的讲座吼。好咱开讲社咧，咱除了台语的讲座，咱也有咱台文的读册会，也是线顶的开讲会，还有台语囡仔顾遮等等的台语活动吼，咱逐个月拢办理超过5场以上的台语活动。若大家有趣味吼，拢会使上网。拍即个打到台语开讲社，都拢会使找到咱相关的资讯吼。亲像咱明仔载暗时咧，咱就有一场台文的读册会吼。这主要是适合咱已经会晓台语文书写阅读的朋友吼，欢迎你做伙会使来甲咱做伙读台语册、台文册做伙进步咱非常欢迎会使来咱开讲社做伙来参加。好，还有咱即一季的讲座咧，咱目前前2场拢已经上线吼，拢伫咱 YouTube伫咧咱 YouTube 拢会使看会到。所以若搁针对吴真老师所小改内容吼，若有趣味的呢，咱嘛拢会使搁去咱的 YouTube，咱拍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搁看一道吼，还是会使小改朋友搁来看吼。搁有另外咱伫咧台湾博览会内底嘛有咱的台湾文学系列讲座，旧年的内容嘛拢伫顶管拢找会到。好，安尼接下来就是要甲时间留互大家吼，咱吴真老师敢转来啊？我转来啊。咱非常多谢吴真老师吼，咱今仔日的分享的内容吼，咱为咱1945年以后吼，为咱白话字，咱台语台文书写白话字互禁止禁到咱1970年代开始断站吼，各为1980年代开始，各为海外开始开机落尾90年代个生带转来台湾吼，即规个过程吼，甲咱非常详细小解吼。咱的接下来咱甲时间来互大家看咱现场，敢有啥物问题吼？吴真老师遐敢看会到？目前无看到迄个。
我看袂到，我敢是爱连去迄个不要紧，我遮甲老师遮放上。呵呵，咱遮有，那麻烦弟弟。咱遮有好无问题。啊，咱若有问题，拢会使伫顶管 YouTube 顶管使拍伫吼。咱遮有观众有回应吼，讲老师拄则内容讲到的这片段，这应该是日本话的词哦。这观众有遮有做补充。啊，佮有讲用这是针对拄仔老师讲到的这企业内的撇壳花一本册吼，有观众回应讲，用另外的角度来甲看吼，这刺仔花伊开伫气片内底，虽讲头前也刺，后壁也刺，毋过互气片保护掉咧，袂互人暖气，袂互人暖气，嘛算是袂歹啊。这观众可以，非常多谢吼。过来有即个这个问题吼，伊讲即个实名主义敢真正有结束的迄天？即个观点是，即个观点是真值得参考的。拢是回应较济，拢讲家己的感想较济点的。目前敢要看到问题。咱若有问题，想要请教保真老师嘛，拢会使伫下骹回应吼。佮有佮有人回应讲，真多谢保真老师的分享，帮赞咱真多，多谢保真老师。多谢。遮嘛有甲老师遮拍扑仔，多谢老师的。遮有观众回应讲，这个问题吼，就是请问一般人吼，若要读白话字历史，也是作品，会使为虾米册甲虾米作品开始入门咧？这要请教保真老师。好，这是一个真好的问题吼。若是讲要读这个白话字的文学吼，咱会当先为一部册吼，伫顶个月有小解，是这个台语白话字的这个一套册吼。我去摕互各位看，小等我一下。无问题。多谢保真老师吼。我遮目前知影就是拄则即像讲保真老师即届即下咧3场讲座吼，所小改的内容吼，我个人嘛有看过，像讲保真老师所写的论文吼，大家若有趣味嘛会使去找来看觅的吼，拢写甲非常的完整吼。其实老师好，老师来啊吼，老师你会使放上。好，这个线顶的朋友吼，会当看即套吼，这个是这个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吼，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伊有一套有5本吼，有5本吼，安尼看会清楚吼。即马广告的时间吼，即套即马还阁买会着吼，真值得各位朋友会当来看吼。这个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咧吼，伊有分做这个文化论述甲启蒙吼，散文、诗歌、台语文学、小说吼，甲剧本吼。所以伊即套是甲这个白话字的文学吼，特别是1920年代以前开始的，即个真有文学史意义的文章咧吼，甲伊收伫这内底吼。内底有全罗马字吼，全白话字甲汉字对照的方式吼出版，所以真方便咱看。伊嘛有一寡注解吼。所以各位若是讲第一届想要了解白话字的内容吼，白话字文学的内容吼，咱会当来读即部册吼。这是台湾文学馆出版吼，蒋维文教授是总编辑吼。伫网络顶面吼，网站应该拢买会着吼。这个是会当参考吼。伊每一本咧头前咧拢有一个针对即个文类的一个导论吼，一个小解。所以比如讲伫即个散文咧，即本头前吼，会当看到针对白话字散文的一个小解吼，一个导论。迄篇文章嘛是真好吼。逐本的头前拢有一篇文章小解即个白话字文学的即个部分。所以即本册推荐吼。各位线顶的朋友吼，会当参考。嘿，另外即个其他的白话字的册吼，还阁有真侪吼，伫网络顶面吼会当看到。
我会去即个黑米吼，伊有一个学台语的即个网站吼，学台语的网站吼，伊有甲遮的资料吼，甲白话字相关的册，拢有收伫即个内底啊。黑米敢是伫遮？这个黑米，吼，就得想黑米伊有整理伊有做一个网站叫做学台语吼。即个学台语即个网站，毋但是有足侪即个学白话字的教材吼，佫有一寡白话字相关的论文作品吼，拢收伫内底。吼，所以等下嘛会当遮请必定会当甲学台语即个网站吼，搭伫即个老的所在吼，互线顶的朋友会当点入去看吼，内底都有足侪资讯。嘿，所以以上提供互大家。咱知影成大台文系逐当5月份嘛有办白话字文化节吼，白话字文化节伫5月份的时阵有举办，所以大家嘛会当就是注意即个消息吼，嘛会当来参加白话字文化节会有带各位去参观白话字的一寡书籍吼，一寡建筑吼，一寡伊的历史的即个舞台景点等等吼，这嘛是一个白话字真重要的一个活动。嘿，所以以上的回应吼，请各位若是抑佫无即本册吼，即套册的吼，会当去图书馆借，还是去买吼，要来看。好，多谢，多谢点样。多谢吴真老师。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现场佫叫最后2个问题吼。好，头一个问题是要请教吴真老师，迄个讲有人提议讲汉语3种书写方式：孔子字、唐人字、白话字。请问老师敢有同意？你讲汉字3种的文字。你讲汉语3种书写方式。汉语3种书写方式：孔子字、唐人字、白话字。请问老师敢有同意？因为这个是一个会当讲是为19世纪的时阵，咱伫教会报也是一寡文章吼，迄个时阵的分类就是安尼吼，就是唐人字汉字甲这个白话字吼。我是无特别感觉反对的部分吼，无听会当请即个朋友嘛会当讲一下伊的看法吼。因为这个伊的这个分类当然是白话字是一个上接近一般人吼，上白话会当来了解，会当来书写吼。汉字甲这个唐人字吼，讲的是，比如一个是这个文言文的部分，一个就是中国的汉字吼。所以这个是一个早期的分类。即马已经较少安尼讲吼，即马就是白话字吼，还是汉字吼。就无较少会讲到即个唐人字的部分吼，所以我对即个部分是无特别感觉反对，还是讲有其他的特别的意见吼，所以嘛会当请即个朋友会当提出伊的看法，会当甲大家分享。好，多谢吼。安尼咱接续最后一个问题吼，有观众咧问老师吼，伊讲是安怎接触到白话字的？伊家己真好现。是安怎啥物？歹势？接触到你是安怎？老师伊是安怎接触到白话字的？我是安怎接触到白话字吼？是伫我大学的时阵，迄个时阵就有参加台语文的社团。头拄有讲到即个 TGB 吼，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吼。我伫19岁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学生时代就有接触即个团体。迄个时阵呢，我嘛开始知影讲有白话字吼。后来我过来到成大吼，读台文所的时阵吼，迄个时阵伫台文所内底吼，阮有上蒋伟文老师的课吼，李香忠老师的课吼。伫遮的课内底开始学习即个白话字的即个文献看遮个教会公布的遮个资料吼。所以我迄个时阵伫写硕士论文的时阵吼，就决定要用即个白话字的教会公布来做主题。后来博士论文的时阵嘛是用继续即个白话字的主题。所以是伫安尼的过程中，开始接触白话字。好，你点安尼敢有听到？有，多谢吴真老师吼。遮佫有一寡问题是要请教吴真老师。我看一下无咱佫
扣最后一个好啊。伊讲请问无真老师，安怎看待近代白话字使用者的群众基础甲使用态度？当代的白话字使用者的群众基础，甲态度，嗯嗯，当代的白话字使用者吼，诶，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伊抑个是一个在进行中的现象，吼，白话字的使用者伫这几当吼有真无共款的变化吼，比如讲伫这个少年人的这个媒体吼，家己的媒体内底吼，开始会使用这个白话字吼，这是一个爱观察另外就是讲，咱知影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台湾闽南语罗马拼音吼，这个推送伫教育现场的这个教材课本等等，也是文学奖等等，所以虽然共款拢是台语的罗马字，但是白话字走向一个搁较边缘的位置，吼，特别是伫这个标准化的这个字地下面，白话字也变做一个相对搁较边缘的位置。虽然是安尼吼，伫这个伫这种情形下嘛，是抑搁有真侪人坚持使用白话字，也是真侪少年人使用白话字吼。这个是伊的特别的所在吼。相对来讲，咱较少看到真坚持用这个教育部的台湾闽南语罗马拼音的少年人，还是团体。若是用台湾闽南语罗马拼音，一般都会走向汉字的书写为主，所以这里是一个真好，但是爱搁再观察的现象，因为伊也搁是伫一个一直在变化当中，但是我是认为是一个真好的现象，就是讲虽然真少，但是咱为白话字的历史的发展来看，就会当知影。白话字伊一直毋是一个主流，也是讲是一个伫历史当中无共实名政权吼，伊拢要打压的一个文字吼，所以伊到即马，咱知影讲伊依然是一个相对边缘甲弱势吼，但是嘛是亲像历史上无共时代拢有人伫为着白话字来拍拼，也是为着白话字拥护白话字的人吼，一直是。伫历史当中一直存在，所以伫当代咱嘛看到安尼的现象，所以我是认为这个问题当然是爱搁观察，伫无共的年龄层，也是无共的领域，拢有爱搁观察的部分，但是我是认为这是一个真好的现象，是一个真好的发展，嘿，以上先简单，因为时间的关系，先简单安尼回应。安尼，时间搁交互弟弟。好，安尼咱非常多谢搁一摆多谢吴真老师吼，咱即一季甲咱非常精彩的分享吼。大家若有趣味，对这个主题有趣味，还是想要搁看搁了解吼，咱刷来影片嘛，拢会放上咱的YouTube 的频道台湾博览会的频道大家若有趣味，拢会使搁伫遐搁复习吼。好，安尼接下来咱的后一个月，咱就会开始有咱实际带大家体验白话字的这个工作坊吼。这相关的消息，咱拢会伫咱打到台语开讲社，也是讲咱台湾博览会，也是高雄文学馆的这个 fan page，拢总找会到吼。咱消息最近真紧就会出来可请大家期待。好，安尼咱的搁一摆感谢感谢来参加的大家，搁感谢吴真老师。好，安尼咱今仔的活动就到这。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多谢弟弟，大家再会。